咱来看台南市的民权路顶头有一栋已经80栋的旧厝，最近是改做上万新纪念馆。上万新是咱台湾头一批大道灵师，伊伫礼拜事件了后，互掠去关3栋外。伊后代最近成立这间纪念馆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这是阮阿公，这阮阿祖是清朝的秀才。日本时代伫台南出世的上万生，捌去东京读帝国大学，回来台湾参与社会民主运动。伫228事件了后，伊因为带领学生游行抗议，甲唐德宗律师同一天，互人掠去关。阿公是按南英的学校吼，迄天戒严嘛吼，戒严啦吼，出来的时阵经过警察局互掠入去的，就开始卖厝啊，卖厝啊。来银行换金条，开始去找人，是用足侪金条，甲人找到。尚玉峰讲，伊是36岁才知影阿公的故事，想甲伫旧社区的一寡厝，伫苏东时拢卖去啊。伊开始整理阿公的相片甲资料，倒来民权路找到这间80年的古厝，成立纪念馆，用门牌的瓦印登记做228商行。毋是干那讲纪念阮大家阿公。我是要纪念迄阵我阿公所有朋友，咱就带少年人，甲人知影的物件，和少年人做伙，咱做伙认同。尚玉峰甲这群少年人亲手修补这间古厝，嘛打算要设计一寡艺文行动，甲倒仔伊。用一种较轻松的方式去了解历史。伫遮耍的时阵，阮就用个带因。看阮的展览，看阮是安怎修理这间厝。再倒来，因阁想要推广台语、拍台语电影。尚玉峰是228事件的第3代，伊希望鼓励少年人关心咱的土地，用行动来参加公共事务。记者陈嘉文、赖维佐台南报道。